来了，来了，上钩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就等楚楚带人去捉韩硕的时候，咱俩就冲上去，就说是我在这儿约的韩硕，没有什么玄武神秘探。哎，这样一来，我帮韩硕解了围，他自然就把我当自己人了。这大腿抱的真是漂亮。那，你又这样再三喊上去，被城主追他肯定责罚你。母后她宠爱我，不会责罚我。主要就是这韩硕，他有疑心病，我得给他治病。洗头。怎么没有人？难道走漏了风声？二郡主，有人来了。戒备。我来了！芊芊，怎么是你啊？等！你在此处约了与人见面？啊，对啊。那约的人呢？哦，人们来。这约了吗？三公主，您约了什么人在此等候？可想好了再说。我约了。不是，二姐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原来约了玄虎城密探的是三公主，这可是私通敌城的死罪。私通敌城，我可能吗？你别瞎说啊！我被韩硕反套路了。姿势体大，我做不了主。不过我会替你在母亲面前求情的。是啊，城主疼爱三公主，即便是私通敌城，最多不过废为庶人。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是有人给我发密报，说有人在这儿约了玄武城密探见面。哎，我是来抓人的。带着子睿。啊，三公主全凭一张嘴，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那你说我私通敌城，那人证物证何在？而且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其实我就是来看月亮的。我这今晚刚好看月亮圆，我就来了。哎，我这巧就碰上你了，刚好我也乏了。来，子睿，我们回去。哎，得嘞。郡主，您就这么放三公主走？城主平时偏宠她，忽视您，这多好的机会啊！芊芊平时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，实际上胆子最小。通敌这种事情，她不敢做。我猜，若真有玄虎密探一事，定与韩硕有关。也许，芊芊是被他利用了。我早晚要抓到韩硕的把柄。哎，这边。此事有诈，那怎么办？将计就计，揪出背后指使之人。就说他有疑心病吧，没事儿，看我怎么把剧情翻过来。敢问少君可曾听过这样一句话：人无信不立，业无信不兴，国无信则衰。咱们做人是不是得应该有点信义？这明明是你受到了邀请，为何要栽赃他人呢？三公主说的可是护城河一事？要
要嘛，你就别去，去了你还故意绕一圈，引我上船险些背锅，太不地道。三公主倒是坦诚。那么敢问，韩某今晚差点遭人算计，此事是否是三公主所为？我算计你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！我听人说二姐今晚要去抓玄武城密探，我特意赶过去想要替你解围，谁知被你反北一道，